大家平安健康，要好好耳孔，甲好好的心，嚟接一上帝嘅話，一天即刻得到嘅福。羅馬書8第1節按樣人講到，這樣人見到在耶穌基督嘅內中，每一人相信佢啥，唔會得到處罰。因為這個人類都係跌落罪惡嘅方面，係咪人相信耶穌基督，就係在耶穌基督嘅內中，一個罪都半個擔hết，一個錯半個擔hết，即刻都唔會得到處罰。因為到咩呢？羅馬8第2節按樣人講到，靈都係講個上帝嘅靈，本切家脫離從在基督內中，對於呢罪，對於呢死亡。係咪人相信耶穌基督係一救主，聖靈降落自己心中，聖靈帶自己脫離從一罪惡及死亡態度嘅方面，意思嚟講，切家唔會定到處罰。咪人相信耶穌基督，切家唔會定到一罪惡態度了，因為本耶穌基督十字架嘅擔hết。羅馬5第8節按樣講到，因為到上帝獻出一個愛本切家。在基督裡面死了本切家，當切家還要罪嘅方面，那切家要罪，切家唔啲乜含到嚟出場一個罪，切家唔啲一罪呢啲出嚟路線，耶穌基督做了本切家，佢獻了一個愛本切家，佢來實現死在十字架，在擔切家罪惡嘅方面，擔切家從一死亡態度嘅方面，係咪人相信佢？佢嘅聖靈落自己心中，帶自己脫離從呢一切態度嘅，自己在耶穌基督裡面唔會定到處罰，呢個堅決講自己啲，嚟兄弟姊妹，自己嚟謙卑嚟相信耶穌基督係一救主，係一上帝，在耶穌基督唔會定處罰從一罪惡嘅方面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